澳門大演唱會會請黑工唔係話？個情況係咁樣嘅，個演唱會紀念品售賣區咧，僱主話要招志願者買紀念品，結果啲志願者咧一早做7-8個鐘，分文冇收。而依家咧3個僱主咧已經被發辦啦，啲留學生咧就變咗非法工作者，要跟進處理啦。至於留學生做義工屬唔屬於黑工咧？我哋一齊聽下專業大律師點講。學生做義工係咪犯法咧？首先就係我哋根據法律嚟講咧，即使冇人工都好啦，都有機會犯法嘅。咁最高罰到2萬蚊嘅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可能會俾人廢止咗個逗留許可添，即係可能讀書讀唔到㗎。咁呢個除咗學生之外啦，僱主方面都要注意啦，因為個變嗰啲冇工作許可嘅人士話咧，有機會係刑事案件嚟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希望僱主係真係人方面咧，先留意下對方有冇合法嘅工作許可啦。至於如何可以合法被聘請啦，合法可以用人啦，記得 follow 我哋有好多法務同埋勞務上面嘅資訊。